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伊这几天敢有去跋中国股市？拢讲中国经济是惨搁惨，股市跋甲去甲阿毒啊，救苦搁救难。但是大车报废，嘛有10年的好台吧？中国无好，那世界甲台湾嘛爱真警觉。咱今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大国企系以及研究所副教授罗信聪。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晚安。那么第三位，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锡志。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对这条新闻来看起。中国公布了经济成长率5.2%。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伊就讲，西方讲中国经济崩盘是无根据的。不过最近中国股市疲软了后，恒大和下令清算，拢让中国经济受到重大的打击。出席教学界专场春节招待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致辞表示，中国经济成绩单分量真足，经济成长率5.2%，佮强调西方的中国经济崩盘论无根据。中国经济崩溃论一再崩溃，中国经济见顶论毫无事实根据。不管是关税战、科技战、认知战，都阻挡不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脚步。不过最近中国股市疲弱，中国官方一再出手护盘，想要恢复市场信心。毋但股市大落，需要官方出手。中国房地产大公司恒大集团嘛，互香港高等法院下令进行校务清算。自从恒大2021年发生校务违约了后，已經有50多間開發商欠校，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的打擊。Nachdem sie circa 1,5 Jahre ihre Finanzen in Eigenverwaltung sortieren konnten, wurde jetzt per Gericht die Auflösung bestimmt. Und das setzt natürlich die weltweiten Kapitalmärkte in die Alarmstimmung. Die Auswirkungen könnten theoretisch sehr, sehr groß sein, da das Unternehmen einen sehr, sehr hohen Schuldenstand hat und weltweit vernetzt ist. 房地产危机也未解除，佮爱面对5冬来上疲弱的股市。中国拄公布去年经济成长率5.2%。根据路透社上新调查显示，中国今年成长率可能会减加4.6%，2025年减到4.5%。看起来中国经济复苏的情形无遐紧通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咱头看这条新闻。你会感觉讲啊，你就讲到中国的经济如此这般啊，总体是安尼，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无一定有这个感觉。所以咱来对你可能较有感觉的代志来讲起，就是头仔新闻当中有提到的，讲这恒大这个房地产，这个房地产的崩盘到底对着中国整体经济有啥物影响我先请教王老师有一个数据啦讲恒大集团负债差不多3000亿的美金，差不多9.4条的台币。那么去香港的法院来清算，相关的行业超60多个，占中国的 GDP 超1/4。老师，这算严重啊？不严重？这是非常严重的。那可能讲我常说，这主持人刚刚提到，房地产占 GDP 是25%，这个可能大家没什么印象。那举例来讲，就是说，第一个，上游房地产不好，上游一定不好，所以石化跟钢材、营建都不好。所以你现在从去年开始市井，就是美国和台湾都开始担心中国的产能过剩，钢材可能倾销到全球去。哇！所以这个会有外溢，对外溢的部分。那下游也会不好，比如说装潢、家具，所有百工百业都跟房地产有关。所以房地产不好，整个中国大陆经济都不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恒大一家大概就是1兆人民币。是。
我们有算了一下，前50大的负债大概至少要提供10兆人民币。那10兆人民币什么概念呢？台湾一年的那个财政收入大概是2兆新台币，所以它不吃不喝，等于是1比4吧，等于是台湾40年的财政收入才能填补掉整个中国大陆的房地产的坑，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那最后一个补充一点是说，恒大的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那从2021年的年底，大概11、12月就开始报理财商品有问题，到现在中国大陆已经3到4年了，这段期间的房价持续下跌，然后销售量也在下跌，所以代表说这3年房地产的亏损是进一步的在攀升，不是停在那边的，是逐年在攀升，越来越当了，对吧？对，所以今年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示警了，今年房地产可能会爆，如果不解决的话，一定会爆。看起来是伊无能力通解决哦。要解决的话，至少要拿20兆人民币，今年当下，就踏这个坑。老师，这提了20条，就去踏这个坑，国家敢唔可能，伊其他的嘛爱用啊。当然重点就是这啦吼，就是这个咱讲做投资人的心理感觉吼，规个消费者的遐消费预期吼，这个拢甲房地产甲这个介绍当然有寡关系啦吼。所以咱伫经济学会讲做这叫做财富效果吼。当然即马就是变做讲，你若民间会缩起来的时阵，政府敢有办法好去找寡较有出路的遐去做投资吼，甲遐人员、甲遐产业、甲遐生产诶，拢甲转移到去较有长远的想法的所在去啦吼。所以当然第一点，咱就是变做知影讲，自新冠疫情前后啦吼。共同富裕的概念下哈，所以大陆把这3线、4线的城市发展哈，当作重点啦哈。但是你这3线、4线的这城市哈，拢超过20-30万、30-40万人的这个规模哈。你来变做尤其这少年仔啦哈，即摆少年人拢较爱去大都市哈。所以你即摆就变做讲爱甲这人苦等，但是苦等的这个方法。你嘛袂使甲压等伊，你就变做爱伊甘愿等来，慢慢看到，所以你就变做讲，伫都市咱就会看到较歹找头路，较歹发展，慢慢伊的遐劳动力就会流动于这2线、3线的都市吼，所以这对咱经济上你讲做调整给伊啦吼，这调整的时间紧慢吼，咱歹按算，因为。你像咱伫台北吼，自过去这30-40年，其实囡仔来台北读册佚佗吼，都拢调伫遮啦。所以咱见安怎讲，伊都袂走啦。所以老师对这个代志应该是悲观的，你的意思？嘛毋是讲无改啦，是讲改的方法，就是爱甲这个人的能力，甲伊的生活的遐寄托，甲伊一世人拍拼的目标，爱。对这个大都市，甲刷起寡无共的所在。毋就比顶世纪的60年代变做下放。所以你即摆像咱伫美国看到，就是美国自过去这50-60年以来，愈好嘅人就住愈远，所以变做伊就有办法甲这个遐树林甲遐2-3点钟塞车的路程咧，拢互有人住。伫亚洲吼，咱伫台湾嘛是共款吼，大家拢一直拼死要去大都市吼，所以你即马变做讲即种生活的即种安排吼，无共款的所在发展的这个重大的这个无平均啦吼，无平均这个无平均本头毋是问题啦，是敢若讲咱敢若惊讲有淡薄的时阵，遐的迄个。信心崩盘。老师，咱就爱停在遮吼，就是讲，那么到底是公平？这2-3档伊放互这个恒，咱讲，伊敢若看起来是放互恒大互伊死啊。
但是我想伊中间应该是要出手，想要来救嘛。王老师，有，可是这有2个层面哦，说他有放银行去救恒大、碧桂园，可是银行有2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说，他要升官，他们是国有银行嘛，要升官还要靠业绩，所以你去买，我你救这好好，所以你去买这些有毒资产，这也会倒的嘛，所以去买了可能就升不了官，可是你不听话也升不了官，所以就放款给这些或者贷款给这些房企，就变得很慢。慢慢放，上面吹一下就动一下，吹一下就动一下。哦，是这个原因。王老师，你认为哈？因为最近有一个在中国出生，但是在美国读册做研究员这个经济学家，伊讲吼，中国本地这体制就是政治上是北韩，经济上是南韩呐。吼，所以吼，这根本上就是矛盾。所以有一个基本上的困难。老师，你做这个政治经济学，你安怎看？基本上哦，咱看中国经济发展哦，过去40当拢是政府扮演一个非常主导的角色哈。就是讲，咱虽然讲伊是经济是开放的，但是问题是讲，拢爱政府去做牵头，哈，有这个优惠政策、土地财政，哈，这个做法哈，有这个外商的你来投资嘛，投资了带来就业，就业就带来消费，消费就带来更多的资金的一个运用嘛。比如讲，拄仔讲到房地产的问题，但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角色伫遮吼，比如讲拄仔王老师嘛讲到，因为地方为着要升官，所以伊大量的炒作土地，让自己的地方的 GDP 看起来较好看，但是问题是说，迄拢是一空的，拢是虚的嘛，所以政府也使使用的财政的手段呢，越来越有限。这3档的疫情因素，全部拢整个就潮水就退了，够清楚吧？看这清楚的中国的经济一直以来都政府牵头之下推动的经济的成长，基本上都是用透过政府的一个财政的一个支出，你今仔日无钱好，我调钱出来，你会使进行投资，但是土地提抵押，系啊，所以你看去年伊嘛是有发行国债啊，一条的国债，一条的国债，人头纸哦，不是代票哦，所以基本上，但是迄一条的人民币国债落去，无声音，无效果，会使安怎比较？2008年那时候是北京举办奥运的那一年，但是那时候因为全球陷入金融的风暴嘛，北京提出了4条的嘛是零头状所谓的那个叫做所谓的刺激消费专案呐，这个专案下去是有效果的，为什么？因为他在举办全球性的活动，那个市场的可预期性，卢老师讲，市场的可预期性快一点。所以有信心，有信心，所以你钱到了，就是水花事件嘛，对吧？水花事件嘛，钱芳会行嘛，即摆你看去年一条落去无多，今年佫拍什么佫放一条落去，听讲哦，所以看出来，习近平即摆拄到的问题是这大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代志？为什么中国经济看起来？应该是疫情都调整啊，应该是会使触底反弹，为什么无触底反弹哦？我刚有3个重点的原因。第一，整个习近平的权力的布局过度集中有这不同的。无其他的做法，无其他的声音，唔敢讲。你看到拢是安怎？不是外交部长出代志，国防部长出事情，再来是李强跟蔡奇在斗争。看到因内部咧斗争，习派自己内部斗争，但是无人敢提供经济发展。以前各有李克强会讲地摊经济，无啥虽然讲嘛是给他讲落，但是有人敢讲啊，今晚唔敢讲。连学者，第二个问题，连学者都不敢讲话。中国的学者早期你看有这北大的教授拢这敢讲的啊。早顶个月佫一个出来讲，但是除了虽然无声音，无声音嘛，起码前几天佫讲。在网络上不能唱衰中国经济哦，所以现在人讲，没人敢讲第三个问题，民粹主义，那爱国嘛，民族主义嘛，所以起码
有点像习近平把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方向的路线把自己垫得太高，下不来。好，下不来，你没办法，国家主席之尊怎么去体恤民心啊？老师的意思嘛是讲，这其实是一整个体制的问题啦。哎，整个体制出现问题，加上整个集权在身嘛，就是整个集权在习近平手上啊，变成讲伊的决策。但是我的触笔点，我相信观众朋友的触笔点自20年前就开始有人咧讲啊，中国的崩盘啦、解体啦、安怎，人他多人伊假风嘛讲啊。你咧讲我崩盘，我就讲你甲我唱衰，那我就一直都咧我 GDP 的成长率4.8%呢，但是我要请教玉珍姐这个高门萨克分析师伊讲这几趴拢唔是重点，迄是啥个呢？是情绪啦，敢若是靠这经济成长是无够，迄种市场的情绪啦。你安怎看？玉珍姐？其实即马中国上大的问题就是包括外资包括主要遮的甚至包括台商无啥物人要投资啊，其实。就是大部分的气氛就是要走的，走就走啊！因为李嘉诚带第一波，大家拢知影讲，伊走大兴，啊，走较慢的就拢袂富啊。你即马走较慢的，就是共同富裕，所以这是即马这个现象。啊，但是就拄几个老师、几个专家有讲过，就是中国即马的问题现在遮尔严重，但是伊个看起来 GDP 个是正的，4.是啊，系啊，毋是负的哦。其实咱读过经济，足侪人拢嘛知影讲老师有讲。你要爱什么数字，我拢会当做互你看，就是伊即个数字安怎做出来？譬如讲，咱大家看到碧桂园跟恒大，都足凄惨的啊，都欠几啊条啊，应该是那因家的小拢拍掉，应该是凄惨6票，应该是至少嘛-4、-5，那有可能是搁正的对无？其实因的做法足简单的，碧桂园跟恒大这个代志，大家拢知影非常非常的严重，就是讲，中国50年要起的厝。过去10年拢起完啊，嘿起完了，即马就我佮你拍掉了，佮定来。迄经济学家讲迄个数字经济成长、经济成长安怎发出来，就是讲我这个物件我甲拍掉了，我佮投资新落，安尼就是成长。所以拍掉的迄无甲你算负的，所以伊的数字是安尼做出来，所以这恒大、这碧桂园、这所有的房地产的问题。你讲爱摕偌济钱出来去救，才有法度通个救活起来。这对中国，但是世界别个国家，以前美国已经底特律嘛捌破产过啊。但是伫民主的国家有法度通个救，外资会去买，佮其他欧盟足侪国家嘛讲，这有机会袂歹，我会去买。但是你即马敢有人讲我袂歹，我要来救碧桂园，危机入市，无可能，因为中国有这个政治问题，所以咱拢知影讲恒大许家印是安那一定爱倒，因为伊的政治不正确，就是伊的政敌是习近平要清算的对象。啊，现在碧桂园大家搁伫遐看，因为伊较参与较友好，所以你要救，你摕钱去救你就要去看讲你的政敌有正确无。这是伫中国，你即个经济要救的时阵，你要搁思考伊后壁是啥物款的人。无咱现在来讲，过去像迄个明天系萧建华有无？伊即消息大家就知影讲啊，这政治斗争开始啊！这内面你若有去参与目到的大伤，大家拢重伤，大家拢规个拢倒规片。你若走袂出来，一角日你就走袂，你就无可能摕袂出来。对，所以这就是即摆中国的问题，就是伊。太济每一项代志拢是爱政治思考，这个政治思考，互中国这个政治这个经济问题，足侪人唔敢捌，所以房地产一倒来了，即马股市倒，股市即马大家过去拢讲，哎呀，大家拢咧做股票啊，即敢像咱过去30年的时阵，台湾的股市嘛，爬到12682点，有无？突然间。迄阵大家讲啊，我要买太鲁阁，现在太鲁阁、大鲁阁拢要捂袂清楚的迄个时阵，中国的股市就是像安尼，就是像安尼莫名其妙，上海深圳这个股市冲起你足悬的了。因为大家讲经济足好的啊，尾后即马拢崩盘，即马拢崩盘，你有厝的人也拢破产，有股票的人也变壁纸，所以即马要靠安怎救？你最近去中国大陆，你去消费。你去像过去，咱会去新天地，咱会去
足侪足好耍的所在，但是你即马去遐看，人数真正无介济，吼啊，就是因家己内部经济抑个袂歹的一寡官员，吼，像大家讲啊，我若伫银行咧做高官对无？我几年趁的赶紧落来啊，吼啊，因即马有钱通去开，所以即马是靠过去贪污遐个人的钱摕出来，互因的家属，互因的遮个亲戚朋友，我通好抑个继续伫遐开，但是。这个情形会当个支持偌久，咱唔知影，因为即马中国吼，因搁咧扩大内需，吼，包括过年啊、休困，互大家开啊，感觉讲咱中国经济个因中国的经济个袂歹，但是会当挡偌久，唔知影，因为因即马上惊的是啥物？因即马上惊的是讲外资若拢走了，新的新的迄个外资无要入去，啊，但是因即马是调降。就是货币较宽松啦，就是讲我吼鼓励恁摕钱出来开，吼啊，大家拢知影中国吼都拢爱欠钱嘛，啊，所以我即马是鼓励恁摕钱出来开，但是开到有一个程度的时阵，大家开始会惊会停起来，吼，所以这个停滞会到什么时阵？就是大家咧观察讲，啊，今年的秋天，美国的选举到底是川普要赢还是拜登要赢？那川普要赢，因就搁伫遐带咧等啊，因为川普对中国是因的经济行入去黑暗的这个开始。这趴咱小咱再来讲吼，到底 Trump 赢甲输吼，会对中国有啥物影响？但是我继续要来请教两位吼经济学家吼，就是讲，咱咧一直咧讲啊，中国会帮吼，啊嘛真侪人甲讲，毋是帮啦，伊会慢慢啊衰弱，但是呢，袂帮去，袂散去。啊，这当然有伊的论据的根据吼，但是我同款的题目，我来请教龙老师，你认为咧？伊难道因为我身躯吼，我全肉，我即时吼，才受伤，我挂卡森皮的肉来遮补，我遮补吼，我补了时阵虽然姿势真歹看，但是我活了还佫活落去。对因来讲是这种情形吗？我们至少我啦，就是做学者来讲比较保守，就是说我们也不敢太预期说会崩盘或者整个解体啦。那事实上这个有调查过，或者我们有做过研究啊。主持人刚才哪个省最想要独立嘛？如果要中国崩盘的话，哪个省最想独立？新疆。这真歹讲的哦。广东。因为经济 GDP 上高嘛。对，因为它等于是广东在他们也有叫类似统筹分配款，所以广东赚的钱最多，要拿出来给中央，然后补贴穷省。颠败了，发生过一摆啊。对啊，所以最想独立的反而是广东，所以每个省市都想独立。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是一个说法。那回到我们比较保守，我们会预期。可能会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停掉，像这边有提到说，像日本的失落的10年，所以或者说你可以看到，像过去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那些国家也没有垮掉嘛，所以可能会起不来。那起不来的情况下，那会有多惨？那我觉得应该会比日本还要惨。那克鲁曼有讲过了嘛，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中国大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它还没有跨入到已开发国家。那日本在失落的10年前已经是开发，已开发了。那现在中国大陆未富先老，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它的情况会比日本还要惨。人口结果一个老化。对，然后还有失业，现在失业率这么高，代表青年失业率这么高，代表说年轻人从毕业就不进入职场。那一直到他退休，到他老死都没有生产力，是，所以这个问题会比较严重。我也听罗老师讲过吼，其实中国也有意识到过这个问题，那希望甲少年人有重新对这个服务业啦，什么网庆啦，应该诱入去制造业，吼，有通好互伊后，卖过来去做外送创啥物。但是这个结构吼，咱讲吼，大只大枪吼，要转弯世界，其实是较困难啦。有当时出头，有当时会损角吼。老师，你安怎看讲中国的经济呢？一旦像王老师所讲呢，较反降落来了，对咱台湾的影响是啥物？两个问题。
那对咱台湾的影响当然是真清楚啦吼，因为咱过去这年吼，咱的出口对大陆是一直缩起来啦吼，所以那有伫做对中国的出口的厂商吼，其实拢知影讲问题是袂少啦吼。我之前有看到《经济日报》的一个版面吼，伊就伫甲这上市贵公司的营收变动吼，甲做统计哈，我甲仔细算算哈，超过验要7成哈，7成的上市贵公司哈，去年营收拢是下降哈，减少到1半以上的，大概也有1/7了哈。哦，所以咱台湾的这个影响哈，绝对是存在的啦哈。第二部分当然就是讲大家即马浸伫遮吼，要安怎去找一个出路啦哈。这个找一个出路的部分，当然伫大陆的部分较简单啦吼，伊就是变做讲一方面像碧桂园因遮有发行迄种外债的卖外国人的遐个债务吼。遐个债务的部分爱安怎行遐个司法的方式来处理啦吼，所以这部分大陆袂足紧出手的啦吼，伊会先互这个债权人吼，大家坐落来参详看要去踢钱落无，是要断头吼，要断头我甲你赔偌济吼，所以就像你看到伫香港你清盘，这嘛是一部分啦吼，但是这个部分你袂使伤早就跳入去，因为政府伤早跳入去。大家拢会对等你。大家等你哈。另外一部分当然就咱头一开始讲了吼，要安怎甲这个少年人的心吼，甲收转去小可淡薄较无遐快活但是因这个少年人若伫遐开始打会调，一世人就会使伫遐发展吼。这个部分其实日本嘛是试过了吼，你看咱日本过去这30年伫内底安尼。一直伫起机场吼，一直伫拍空做高速公路吼，一直伫甲遐个海岛拢甲用遐个大桥甲摊起吼，伊就是望讲这少年会转去，结果你像广岛吼，咱定你台湾人会去广岛会去长崎佚佗吼，这两个都市拢人口无增加啦吼，所以其实日本吼拢伫咱咧讲做金板神啦吼，东京大阪吼神户吼。这个三角地带内底吼，伊就占掉伊规个制造业动能的8成。所以老师，你认为这种基础的建设，这种方式应该是无时行嘛？你就是变做讲，咱头仔讲过吼，你伫美国其实伫60年代开始这个电话家庭吼，美国人大家开始拢伫买车吼，就大家拢甲带足远的，就干那上班的时阵会甲人斗阵，剩的时间我拢凉凉家己来，这种心情的。调配吼，嘛亚洲人，咱亚洲人这部分，因为咱爱对阵啦，爱对人势啦，爱老结啦，所以即马这个部分，你这少年啊，咱敢有可能可以？因为听起来无救呢。但是咱即马有网络科技嘛，咱即马有足侪这社群媒体嘛，即马少年啊，你要小可互伊安尼，甲别人小可无遐近，但是会使透过这个资讯科技来联络吼。互因呢慢慢甘愿包袱款的等于家己的故乡吼，来伫遐投较深的，住较久的吼，这个部分绝对爱做到，绝对爱做到。吴老师，你认为咧？我感觉真困难吼，咱拄仔讨论吼，拢无应该嘛是爱考虑讲吼，中国的政府伊即马有这能力啦吼，因为安尼讲，咱来看经济发展有2个方向，第一是市场若失灵，政府佫有这能力吼，可以救市吼。但是问题是，今麦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双失灵哈，市场失灵，政府也失灵哈。因为政府要提钱出来，还是讲过去要提公共投资来去促进经济发展，这个能力哦，已经不是当年哦。所以基本上中国它已经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我就已经提前进入到失落了哈。这个都要国政有共轨，但是咱来看中国的经济哈，中国在5、6年前的时阵，习近平还在第2任期初期的时阵，迄阵是叫做所谓的新常态。好，伊讲中国的经济会变成一个 L 型的经济发展。吼 ，L 型的经济发展是会落落来，但是以后会平，吼，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吼，但问题是，今摆咱看到的讲中国的经济，吼，是这落落来这条，唔知落到什么时阵。好，如果依照目前全球各个智库
在做推估中国经济的成长，每一年会是大概是4.5%左右会比今年再减少0.7%。好，明年今年2024年2024年看起来还是有4.5%的成长率啦但是2030年，2030年中国的预估是4%的成长，但是呢国际上的平均就是比如彭博他所做的经济的预估伊讲2030年中国的经济成长还是会正，但是3.5%，比中国所预估还要再低0.5%。假负成长去啊。对，所以基本上咱咧看中国的经济一直落，到底这落到什么时阵？这个 L 这条线到底到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所谓的平稳的发展。当然，以中国在5年前为什么要提出 L 型经济发展？因为他们在寻求这个平稳的经济成长速度。但是这条，咱即摆个看，伊惊伊的经济伤烧去。无伤热钱这个热钱这个议题早在2010年的时阵，中国有讨论过。如果降低热钱对中国经济可能，比如说迄阵时嘛有讨论讲2010年就有在讨论中国房地产会不会泡沫化呢？因为迄阵时就咧讲啊，迄是因为迄阵时是钱足多，钱伤多，公共投资要进外部投资一直涌要进来。但是问题是讲，过了5、6年，就是习近平在管控的时阵，国进民退这个意识一出来的时阵，钱拢走了嘛，资金要出去啊嘛，所以变成讲，已经要透过投资促进贸易出口，带来经济成长。那照吴老师你安尼讲安尼真简单嘛，就是习近平的下诏罪己。就是讲，我唔对，我歹势，大家紧来哦。安尼就真简单啊嘛，是不是安尼叫真正？无可能啊！那你讲的这个代志，我感觉无可能发生，因为伊有法度通好决定讲伊无爱交班，无爱交班就是讲伊要做总统，伊要做我无爱交班，但是我歹势，要做总统，伊要做皇帝，做甲断开安尼所以伊无可能做这个代志，就是讲承认伊是唔对的。伊过去这段时间，因为伊若有这个心，伊早就会选定这个接班人。所以你即马看到中国，无看到后一代接班人到底是啥这个代志就是会持续发生。但做者老师讲到底是什么？就是伊什么政策出来，才有法度互外资愿意去投资。这是一个观察点。因为即马大家拢咧看讲。其实外资是直直走，包括即马咱咧观察特斯拉特斯拉是伫咧电动车内面中国即马算会当接受的，伊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讲，那伊我看破海头讲我嘛来走安尼就是表示无什么机会通好搁互较有代表性的外资入去，因为咱拄仔讲到2010年迄个时阵是中国的这个北京奥运当啊结束无偌久，2008的奥运，所以这个奥运，互全世界足侪国家拢去遐投资，有信心加入去嘿。对，迄个时阵，咱伫北京、伫上海、伫这个厦门，我咧看这个中国的经济拢好甲大家拢人有够济啦。那一个假日是亏甲互你无法度通好行过，但是即马你看即马要过年啊，其实你去上海一寡指标性的场所看，无介济人，坦白讲，所以这什么款的政策会当互讲外资我要来投资？系啊，这才是一个指标。所以2008的奥运是一个互外资管理入去的指标。可能伤天真啦毋过你甲迄个习近平讲歹势，我毋对啊，恁赶紧来。伊即马大家拢想讲这是甲我骗，这是咧骗我，骗入去了，搁去共同富裕，搁走袂出来。所以外资无愿意入去投资，这才是一个上大的问题。因为感觉我家己内需就好啊，我半导体我家己的华为就好啊，我谁那就靠你台积电，我就靠你美国什么公司。我电动车我比亚迪就足牛的啊，对无？你特斯拉你甲我走闪一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因即马干那要做内需，你做内需，你就爱个政治正确。你若政治不正确，你是王岐山的人，你是李克强的人，你是江泽民的人，你嘛是同款无机会。所以你讲要叫习近平家己认错，讲歹势，我过去这个政策唔对。所以拜托恁来投资，无可能。习近平即马敢若讲，你袂使换人，
3年4年才到，歹势，你1年就换人啊，啊若无半年我搁换人，你即马刘贺袂使，我搁换蔡奇袂使，我搁换，我逐个都换到讲恁上有才调，这就是吼迄种敢若像秦始皇，就是足侪昏庸的皇帝吼，就是恁有才调向来甲我经济救起来，啊即马伊逐工都咧想即个代志，想看到底。我的这个众臣子到底有啥会当甲我经济救起来？歹势，到即马佫找无人。王老师，我事实上吼，我认为我的比例啦，就是讲，我希望咱的讨论毋是拢咧讲某一个人，是体制上中国的体制上，到底如果我是强病，我若想要幡然悔悟，讲啊，昨暝歹势。吼，我今仔日我要好啊奋斗。伊即个体制有用稳伊安尼创无，还是讲伊即个体制有一个机制，有通啊，互伊安尼随来更新啊，外资会当搁再次来相信。因为即个问题是安怎来，就是讲伊对着全世界经济贡献，咱甲看迄个 Bloomberg 甲写22%呢。伊若无好，咱全世界嘛会无好呢。吼，咱来事实讲。老师，你安怎看？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不是这么想的。就是说，就习近平来讲，经济很重要，可是另外他也关心另外一个东西叫安全。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1年那个反间谍法等等，都是经济或金融的国安化。他想的是美中的对抗是必然的。那我如果太靠外资。那可能最后可能会变被动，嘿，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如果要发展经济，其实我们在看习近平政策4个字：脱虚向实。就是虚是那个虚构的虚，实是实体的实，实在的实。所以呢，他不要服务业，他要工业，工业比较好管，共产党可以继续管，因为工业是个管理。那你服务业要创意，要民主，所以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从第1产业到第2产业，工业到服务业，这是大家的过程。所以你看台湾也是从专制到民主，因为你服务业、文创或是电视电影都需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他不要就拍惯，所以他不要，所以他的共产党体制，他就希望回到工业。那这种情况下。最后一个体制上面的问题就是现在不管之前强调李克强或薄熙来，他们没有一个要中国共产党倒，他们也都是要维持一党专政的。所以习近平今天会有这个地位，某种程度也是所有共产党员推他出来，因为他是太子党跟他在文革的时候也是被下放，所以他是共青团也可以认可的人。所以大家推他出来，所以今天换了另外一个人当马西安那种一样，对，所以他必然会走到这一步。这个命运的收敛咯，罗老师。其实咱当然变做讲爱看较开阔的啦，你譬如讲这 Intel 伊自过去这15档就是伫美国的白宫规个总统内底伊就伫遐人就是伊一部分，伊嘛不爱投资啦吼，伊家己感觉伊本头建的这个技术规格足好的，所以变做像 iPhone 开始要发展的时阵，伊感觉伊看伊看出上好啊，伊无白黑，即摆伊家己发现讲害啊，伊踏唔到位去啊，所以你即摆变 Intel 一部分就是变做甲台积电、三星靠等于美国，一部分就是伊就拜托美国政府出钱，互伊去越南、去马来西亚。去甲伊遐较中低阶的半导体伫遐做，一部分伊等下要等于去中国大陆吸台积电、甲三星、甲 LG 的厂，但是迄部分伊算盘得了伤清楚，结果美国政府唔肯互伊去中国大陆，所以咱即摆就变做讲，看这个问题已经袂使干那看中国啦，就是讲中国拍卡像台湾一定会发烧，咱会发烧啦，但是。世界的企业，若要像2000+10年，大家安尼用能力用
市场啊，用遐地理的优势，无可能，因为即摆美国政府都唔肯哦，英特尔等于中国啦。所以咱即摆看这个代志，就变成讲，我的代志爱中国家己处理，哎，咱安怎甲考嘛无效。因为伊内底有家己的体制。你譬如讲伫中国，咱会记得迄个《中国好声音》吼，像阵遐歌手、遐演员吼，哦，迄片酬拢足悬的。啊，但是伫中国大陆的想法袂使安尼做啊。但是你伫美国看起来遐 NBA 球星，哦，薪水拢足悬的，你拢袂记一件代志吼，因拢有经纪人嘛，有经纪公司，经纪人公司就甲这个钱拢八调去啊。所以你伫美国要靠这个人来表演互大家看，看起来伊要互你演，就甲你讲，伊薪水足悬的，其实后壁伫趁的人足侪啊，伫分的足侪啊，你伫中国内底袂使安尼分啊，你一开始安尼分伫中国伊就感觉这是暴利，这是违反这个劳工的权利，所以你变做规个演员因为趁伤济，佫无经纪人替伊暗砍，去福建，结果煞去互中国甲加掉，就有诶走去新加坡移民。所以咱即摆看这个问题吼，袂使甲用咱伫台湾听遐新闻伫报的美国的遐故事来想啦吼。但是美国有调停过无？当然嘛有嘛吼。咱会记第二届石油危机1978年吼，美国一调停调到1994年经济才转来吼。迄15档吼，美国的人若有骹有手的吼，拢走来亚洲来投资吼，拢去别位找出路吼。有钱的人暗坎去欧洲去啦吼，迄15档美国嘛是足惨的吼，迄阵失业率拢14%啦。所以本头经济社会都有这个代志。经济社会呢，如果那是安尼，那么台湾的机会在哪里？当然，即马就是变做讲，咱拢去用叫去日本啦，叫去德国啦来投资半导体啦吼。但是英特尔你想想的是讲。咱都生产拢伫亚洲嘛吼，所以中低阶上好的所在还是伫中国，是伫中国上歹无就伫越南但是伊伫中国要扣边呢，甲遐个台积电、甲三星的厂买落来，美国政府唔肯嘛，叫伊去越南，伊嘛无可能嘛，所以即马敢走去马来西亚去做封装厂，所以变做讲，咱即马这个问题变做复杂，变做无。干然后找到迄个特效药，怕时间，就是变做企业界看会到、食袂到。政府见到要举一支手，甲你绑咧，甲你指挥。政府嘛唔知你做啥。但是这个厂商拢会调停，咱头仔算过吼，一个经济日报迄规版吼，7成的台湾的厂商吼上市柜吼，去年营收拢萎缩了。超过一半萎缩一半的吼，超1成5啦。是。吴老师，你安怎看罗老师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当然吼，中国的经济安怎吼，当然全世界拢会受到影响。吼，台湾绝对嘛是受到影响，台湾才强调吼，咱两岸之间各有遮侪的经贸往来嘛吼，尤其是 ICT 产业。但是咱爱看到讲，中国即马可能希望就是有所求利在台湾。我感觉是较济啦，因为台湾加咱的高科技的发展，吼，咱基本上嘛是走咧头前啊。台湾的市场经济跟全球的连接度也比较够，哈，基本上这是中国希望透过台湾可以拿到订单哦。如果是讲，今仔日讲咱为着要中国的生产较俗的物件，但是问题，伊俗的物件也无市场嘛无路用啦。咱来看一个物件吼，咱看讲中国甲是咱会使去看的。期待也是未来吼，我讲看一个国家有自信无就知啊吼。三中全会去年到即马还未开啦吼，到底什么时候？三中全会是中国每一代的领导者要处理经济问题、处理经济路线上重要的机会吼。习近平伊无要开，为虾米无要开？唔知未来要安怎？无自信嘛。第二，咱过去咱研究中国经济的时阵，定讲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哦，你问国策嘛知？你即马咧看中国的政府文件，这些个出现出来，这就是出现的。咱最过去拢听讲宏观调，为啥宏观调控？因为中国经济吼，以政府为着要经济上有一些刺激的作为，常常会有一些政府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它可预期是带来效果的。但是问题是讲，即马宏观调控这是连政府文件就少看到，不是讲无，这少看到，这为着啥？因为拄啊郭成讲的。安全的问题上吊，佮要调控，我们哪有啥物调控？安全先缩起来，佮讲嘛。
一个国家无自信的时阵，咱就会看到伊的市场会安怎啊？所以当然中国经济放落吼，伊会放落，我是讲是无可能一时间放下去啊。我还记得我咧读博士的时阵哦，咱咧讨论讲中国会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啊？吼，基本上老问题啊，咧老问题啊，所以大部分咱嘛是看到是软着陆可能机会较大，但是问题是讲不管硬着陆、软着陆，都是有一个方向，都是会着陆。哦，意思就是讲中国经济早晚嘛是爱落来，起码咱是看到讲伊落来速度吼，好像有加快一点，但再来是。经济下来的速度过程当中，咱个看到一个社会的问题，对啊，国成讲的就业问题。哦，起码你讲中国的失业率阿拉省，基本上你只要工作1个小时都不算失业啦，安尼。所以伊的数字，起码公布的官方数字，敢会相信？我都相信嘛。现在重新盘算的数字，没法相信。表示讲伊后边的问题嘛，都愈来愈多嘛。啊，第二，当投资论出去的时阵，哦，这个我们看到人哦钱投资不了，外资论出去了，跑出去了。他们民众也想跑出去啊，也想出去外面去找工作，但是问题是讲，中国过去我都要讲的民族主义，或者是这些小粉红的这个国际形象，让他们出去找不到门路啊。这个国家惊一礼拜，为什么？你北澳是不是有一些安全问题啊？你来讲，第一，秋安的慷慨；第二，你有没有什么其他政治目的？所以整个中国在国际上几乎面对的是自己内部在。所谓的低落下行，经济下行哦疲软，外部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前进的方向。不是讲人哦，一个国家拢是安尼，所以集体意志。所以咱台湾即马看这个问题，当然咱来看讲中国的经济问题，咱要去设想讲，因为这个经济风险，我们要怎么去因应？哦，当然，除了说多元投资啊，哈，这个分散风险之外啊，其实也要慢慢调试说，如果假设一经济更落落诶，哦，或者它背后所衍生的金融风暴、区域性的金融风暴，咱台湾是要来处理，咱台湾是要来因应，这要政府要有一个盘算啊，这重要。啊，第二，咱台湾在看中国的时阵，咱可能爱思考的时阵，即马。因为美国这些国家，对啊，卢老师嘛讲的哦，这些国家拢在想讲，这科技吼高新的科技袂使你比中国，所以咱台湾在如何在这个生产的供应链里面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配合西方、配合市场开放的国家，同时呢，也必须寻找新的生产根据地啊，印度起来的，东南亚起来的，这个如何去让更多在这个地方可以接得住中国可能没办法生产的东西。中国现在生产产品，就算再怎么便宜，你资金一进去，你终究还是面对政治风险。哦，这大家看的是底价。所以我们如何降低政治风险的是咱来看是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也在取代中国，为什么也在取代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市场，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去风险化的趋势之下，这就是咱台湾爱去思考的所在。是，刘经济。是。你安怎看讲？他拄罗老师所讲的 Intel 乃至到讲，咱台湾目前必须要面对讲，哦，有1/7的这个企业可能会去受到中国经济衰弱的影响，这件代志。其实吼，咱即马伫台湾的股市，足少讲到中概股。好，因为中概股其实就是像大多老师所讲的，其实大部分拢是已经衰退啊。就是咱袂记讲啊，中概股今年的营收占伊的 EPS 所以股民这个部分，什么是会趁钱的中概股？因为即马这是地雷即马变成大家拢惊去讲即个。啊，是安那中国这个体制造成的原因其实我感觉总结起来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啦因为伫个疫情进前，咱来看讲伊是安那要布局要布局一带一路是安那迄个时阵要讲亚投行是安那西宁伫个南宁要用这个东协中心，就是伊本来是有布局的。我捌去过成都伊迄阵是讲。伫全世界所有的咱的手机电脑笔电，拢踮遐。伊开一条即个铁路叫做渝新欧，要送去欧洲。所以所有欧洲的电脑拢是中国伫个即个成都四川制造的。伊本来的想法是安尼，即个想法
就是大多啊，这个王老师所讲的，就是我要脱虚向实，吼，就是讲啊，我伫遮咧生产，所以全世界吼拢来买我的物件，所以我要送出去的，拢是我中国2025制造出来了，全世界拢买我的物件，这就是我发展中国经济这个模式，这个方式是安尼。但是疫情甲斩掉，所有的路斩掉，于心欧的路斩掉，一带一路的路斩掉，一带一路所有送出去的，其实拢变成敢若像倒落去海水共款。所以足侪人讲，一带一路是中国咧伫咧全世界咧共骗，哦，所以这就是伊造成的效果。这个效果是因为疫情这几年，本来伊所计划要做的这个代志，其实拢变成反效果。哦，所以这也是他，我感觉讲这叫做自食恶果啦，吼，无法度，吼，就是这个疫情对武汉出来了，啊，就造成今仔日伊即马这个只有内需，伊若要脱虚向实，嘛即马敢若变成内需。另外，伊就是抑阁有剩一寡国家讲吼，比如讲最近要甲咱武断交的一寡国家啦，伊讲吼，恁的物件吼，若要卖入来我中国，啊，你就要参台湾断交，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国外买一寡讲伊会当进口的物件，吼啊。遮个所在就是中国制造的，嘛是共款，搁出口，所以伊即摆行的模式变成是进口一寡政治上有关系，参与会当友好的国家，嘿，免讲讲参与抑个有好关系的国家。若无即个已经其实印度咧参与抢，吼，所以印度起来了，对伊的伤害原来是非常非常的大。啊，包括另外就是伊过去因为这段时间原来是疫情的关系，所以伊做了唔好，所以若要旅游吼，啊若要做一寡较创新的文创的物件，大家拢要去日本，啥要去中国，所以这就是伊受到疫情这3年外，伊的风控，伊无惜一切代价，做出这个错误的选择，甲即卖伊的经济，才会武甲即摆足侪人讲，啊我毕业是要做工课创啥？因为过去疫情的时间，咱大家拢关伫厝内关了惯死啊，所以。你北大清华毕业无头路嘛袂要紧。过去北大清华才毕业的学生，本科的、佮研究所的拢抢了，大家拢抢甲一个人会当选3个工课。即马3个人竟无一个工课，所以这就是即马现行的这个情形。所以要看到这个光吼，我感觉我感觉爱习近平。放空啊，真久。我感觉佫足久的，嘿。王老师吼，我请教一下，有一种讲法啦，讲话一旦若是 Trump 若选掉 ，Trump 伊会愈来愈甲即个亚美加当作是唯一，但是伊佫无爱去负着国际责任。你日本、你欧洲，你咧自谋生路，然后伊嘛袂去算即个地缘政治。伊虽然会去甲中国抽税，颠倒安尼落去。中国会变做另外一个老大讲，无伊无爱睬你，来，拢来我中国，这对着中国来讲，反倒是好的。敢有这种讲法成立？我觉得这是中国的想法。我觉得第一个是，不管是共和或民主两党，拜登或川普，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都是一致的。这在学界已经好几年了，这个态度是一样，就是反中。那第二个是拜登，因为他政治家出身，所以他有他一定的信念，所以人权啊、新疆人权问题、香港人权问题等等，他有基本坚持。那川普看利益、看金钱，可是不要忘了，川普落选是谁害的？中国大陆害的，因为中国大陆没有适时的提出真金白银让美国经济起来，那时候不是签了美中经贸协议。他没有真的真金白银让川普可以当选，所以如果川普当选的话，他第一件事就是要中国对，不可以口惠而不实，你先把钱拿出来，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也不是件好事。所以有讲70%会要给你抽税，老师你安怎看？当然，伫美国的想法啦吼，伊家己想要再工业化，但是因的。遐好嘢，因拢无爱投资嘛，因为你一投资，就爱甲工会接触，就爱管抢，这钱足歹赚的，一落落就爱7、8档才有通赚。你拿股市、拿债券，一半暝就有赚。所以你即摆变做讲，伫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伫台湾有台湾的问题，伫台湾一步好啦吼。
就是咱若愈早想通，偌济咱的伫大陆的台商，互伊thủ断。啊，咱遐要刷去新南向，一定要做垂直整合，要做规模化。啊，这两部分若大的。